林县政府所成立的岁月开讲室正式来启用，提供予中高龄的妇女太太有一个所在，会当开讲交流，释放压力。 云林县政府伫卫生福利部协助成立岁月开讲室，提供大家开讲交流的所在。岁月聊天室的话，把咱人生当中一关些不愉快的经验，透过这个聊天室，其实透过一个分享，欢喜可以加倍；透过分享，忧愁的话可以减半，甚至消失无形。上最重要的是跟咱是咱人生的一个加油站赶快。开讲室除了有舒适的空间，嘛有必备咨询室，嘛有专业人员会当提供咨询。 大家只要上网来注文，就会当使用。岁月聊天室，那最主要就希望说，妇女朋友们呢，能够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。那找一些呢相同的伙伴呢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事诉说出来，那能够找到更亮丽的明天。希望会当帮助大家减少压力，嘛欢迎大家加利用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